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问路靠喙水，行路靠骹腿。喙水是咧讲一个人的口才，讲话亲切有礼貌。咱要甲人问路，等于是有代志要请人斗相共，所以就爱诚恳有礼貌，安尼别人才会甲你帮赞。若行路，就爱靠家己的骹腿，一步一脚印，去到你想要去的所在。咱行伫咧人生的路，嘛是爱有即款的态度。想要成功，就毋通笑面皮，拄着毋知的、毋捌的，爱去共请教。做代志，就爱靠实力，照起工去完成目标。即款的成就，才会当久久长长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